身，拉扯赞成人。汗水装咱筋骨肉，恩情比海深。样样心安稳，景别是本分。一个道理传古今，要做孝的人。在家尽孝心，出门讲诚信。心胸坦荡走四方，路平风也顺。诚实连心交，心事俱报恨。一个道理传古今，要做成的人。抖音